新竹市的高峰国小校园内面有饲真侪动物，而且因拢无关伫咧笼仔内，学生会当晚近去接触，伫生活当中学习到生命教育。学生囡仔饲兔仔饲甲真欢喜，每一个动作拢爱真细腻，因为动作若是伤过粗鲁，这小动物会着惊。老师把趁机会教囡仔要安怎来照顾因。它舔进去的毛呢，如果没有排出来的话，会阻塞它的肠胃。喂它们的时候，不要一直嘟它们的嘴，如果它们不想吃，就不要一直逼它。有比较多的动物能让我们认识，然后也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养它，怎么对待它。高峰国小内底遮的动物，学校平常时就随在因踮校园内底四界散步。学生摆趁下课时间，近距离接触动物。学习照顾动物，其实这一段过程中，其实是一个很艰难、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从喂养、照顾跟清理它整个居住空间，这样孩子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对待一个生命，是很友善的方式去对待它。如果他们懂得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动物，同样的，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朋友、对他的家人。目前学校也鼓励学生会使透过参老师甲同学讨论，踮课室内底饲小动物，希望囡仔会当透过不离时的直接体验，了解到爱尊重生命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